而那个神秘的烤品也正在加工之中。脆肉鲩，本地人读作脆肉丸，是中山独有的草鱼品种，因肉质弹脆，用来涮锅紧致不散，成了驰名全国的牙祭上品。我挑的是鱼腩部位，因为它比较脆一些，而且那个部位吃起来有油脂比较重。单切出鱼腩很考验刀法，先下脊椎骨后，小心处理内部的骨肉混杂，才能让它看上去完美无瑕。外焦里嫩的感觉，一咬下去，超级爽的感觉。草鱼肉怎么会脆？你要请教老胡的朋友，养殖大户龍哥。倉庫咧堆積好多嗰啲蠶豆，乾脆就倒晒落去個水庫嗰度餵魚，劏開一食爽脆嘅喎。爽脆的美味來自一次偶然的投喂，就像人吃蛋白粉增肌。比如這位擁有了超長的彈性。餵蠶豆去到收成係足足要一年啊！如果增肌不完美，還要回到水塘健身房繼續塑身。夠脆的時候都快釣一條魚上來，試下脆，覺得 OK 啦，那就停產到啦。